泰国人的这么厉害啊！影片、短片呢？哦，松山慈惠堂也这么多，牛奶，中医师的也这么多白沙镇广天宫、妈祖的文物，追踪者也这么多呢。艾丽冈。连追，泰国人也这么厉害，你看，有好几万的追踪者。还有微信电视，你看这个脸书嘞，用脸书